全中國有華人嘅地方顯示，香港係中國嘅良心，係咪？係。我哋會為死去嘅同胞奮鬥，好冇？好。我哋一定要見到平反嘅日子，係咪？係。今日人流係排山倒海，6個足球場已經坐滿，我哋係第一次開放我哋舞台後邊嘅籃球場。如果再滿，我哋會開放2側嘅通道。如果仲滿，我哋就會開放維園嘅草地。我哋相信香港人今晚喺20年係一定會坐滿維園，係咪？有邊一個地方係好似香港一樣咁堅貞？20年6四情深不變呢？有邊個地方仍然係有機會喺中國嘅土地仍然舉起燭光呢？就係邊度？香港！就係邊度？香港！我哋係要舉起我哋20年嘅堅持，20年嘅眼淚，20年嘅奮鬥，20年嘅希望，20年嘅堅貞。即使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哋香港人今年6四所做嘅係可歌可泣，係咪啊？我向大家報告一個新嘅消息，我哋嘅草地已經就嚟爆滿啦！我哋全個維園都爆滿啦！今日係香港人最悲傷，但係最悲壯嘅日子，我哋開始我哋嘅集會，好冇？好！多謝大家。隻手好忙。